每次来到小巨蛋，我都在坐后面，然后看别人，然后别的 artist 来这里的时候，小巨蛋，我在我们耶！可是终于我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大声叫，小巨蛋！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可以听，我可能快哭了。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其实我刚刚在后面，我原来想听到最后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下一首歌也是他帮我写的一首歌 ，J， 还有一个 J。JJ